大师兄，二师兄，大师兄，二师兄不好啦！怎么了？师傅又被抓走了。上层日记，上层日记，上层日记，上层日记。猴哥，我来！哎，我来！八戒啊！跟我八戒，我量过了，这就是人中，人的中间就是人中。大胡子被虐，火云洞。长治2年6月2日，师傅说，每个当妖精的孩子都有一个不幸的家庭。沙悟净，你要警醒，婚后一定要对晶晶姑娘和孩子好一辈子。小珍啊，最近过得咋样啊？还在这儿，哪都中，哪都中啊！流氓，别废话了，带不带家伙事儿啊？刚从东海抽了几十吨水，再大的火都给它浇发霉了。哎，你可别吹牛啊！那妖精老厉害了，你这水管用吗？正所谓金克木，木克土，水克火，你克我，这都是天注定，改不了喽。哎，行，别废话了啊！一会儿他要喷火，你就滋水，然后我一棒子下去，咱这事儿算完，好不好？我办事儿，你放心。你是猴子搬来的救兵吗？小龙人在哪？在哪？小时候的小龙人，现在是老龙人了。你敢冒充我的偶像？我还是个孩子啊！少废话！大师兄，坚持住啊！猴哥，等一下。好你这条臭龙，你给我过来！元帅，少来废话！你不是帮我猴哥去了吗？怎么我猴哥烧成这样？谁知道那是红孩儿啊？啊？他喷的不是火啊，是3昧真火。3昧真火也是火呀，你水就不能灭火了？你把这玩意儿给我看看。92号汽油，火上浇油，什么居心？什么意思啊，老龙头？你是要玩死我是不是？哎，我去，谁又往我家后院漏油了？我还有事。哎，我先走了。臭龙，给我回来！哎，我给你拿点水啊，大师兄，拿水。猴哥，没事吧？现在只有老沙一个健全人了，让他去。猴哥，关键是怎么混进洞啊？变点啥呀？变点啥？喝水。老沙，哎，别动啊！变。聪明啊，猴哥，变了个苍蝇。不是苍蝇，蜜蜂。为啥不变苍蝇呢？老沙是黄的。哦，但是变蜜蜂没啥用啊。为啥呀？确实啊，一脚就踹死了。哎，要不然变个蟑螂吧？为啥呀？打不死小强啊。也行。哎，老沙，你们在干嘛？变点别的啊！哎，别的变。哎啊，这个可以啊，但蟑螂也没啥用啊。为啥呀？不够坚硬啊！哎呦，你们刚才不是说变成小强就会没事吗？开玩笑的，好玩嘛。只能把老沙变成一个不能动的东西了。看来也只能这样了。这种眼神我很熟悉啊，肯定没有好结果。师兄，你要干什么？卡吉分森总杰森。啊！靠我干什么？赶紧把我放回去！赶紧把我放下！所以呢，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小龙人，记住了吗？好，我们来接着讲安全知识课。
第一，千万不要给陌生人开门，记住了吗？乖乖啊。第二，千万不要拿陌生人的东西，记住了吗？这是我在门口捡到的。回去吧。师傅是我呀！你看啊，我刚讲到，千万不要拿陌生人的东西，或者是在地上随便捡东西的时候，他把这个拿过来，这样不好啊！一定要记住，这样不好，知道吗？师傅，你看看我的胡子。小静，把这个票给玉面狐狸拿去，然后再把父王和母后请过来，听见没有？哎，这两个同学，上课不可以交头接耳，知道吗？干什么你？坐下。这个呢，叫做巫毒娃娃。什么？它是害人的，是祸害，所以我们不能留。师傅，我们下次再见到它的时候，应该怎么对它呢？这样。你往哪里唱啊？这样对。耶！这样对。大家知道了吗？都是好孩子，真听话。轻点，轻点！师傅说我是个祸害。然后呢？然后师傅就把我祸害了。你要让师傅认识你的话，你就必须变成师傅熟悉的东西。师傅熟悉的东西。对。哦，就是那个，是不是？就是那个。哦！老沙，你干什么冷？猴快看他！老沙，你冷静点行不行？不，你冷静，你冷静点。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，如果你不去，我就拿金箍棒缩冷你，听着没？好吧。哎，想跑？老沙，你听我说，听你说什么？你只有这样，师傅才能认得出来你。你不是说再也不做爱戴渣渣了吗？哎呀，咱们不玩真的。好，不玩真就好。哎呀，这个不行，这回爆炸了，这回爆炸了！快，躲起来，躲起来，躲起来！你别跳！哎，回来了，怎么回事？快点！你看我这样子还不明白吗？让我清静一会儿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已经打听好了，红孩儿已经让小妖精去请牛魔王和铁扇公主来吃唐僧肉了啊！哎，你这不是知道吗？那你还叫我去干嘛？哎，王老沙啊，我可有一好招啊！这样，一会儿你幻化成牛魔王。哎，我？对呀，你先去把小妖给劫了，劫完以后再以牛魔王的形象呢，去洞里让把师傅救出来，靠谱。可是我没见过牛魔王，我怎么变啊？你没见过牛魔王，你没见过牛啊？头上有犄角，身后有尾巴。那不是小龙人吗？谁说的小龙？赶紧变，快点！变！你这也太……我就觉得不是特别的。哎呦我大哥，是我呀，大哥，我是悟空啊，你不认识我了？大哥，你咋的了？大师兄，牛魔王来了！快跑！哎，是我啊，沙僧！不可能！沙僧，你真的是沙僧？哎，太像了，你这一声啊！是吗？我说出来你都不信，我跟我牛大哥以前照了一张合影的照片，你看看，真的很像啊！你别动啊！像不像？像不像？让我看看，让我先比比。哇！哎，让我看看，很像啊！真的吗？啊！我好久没有使用这个法术了，没想到一下子就效果这么好。哎，等一下，还差一点。
完美，完美，是吧？完美极了，还差一点。哇，浑然天成啊，好厉害啊！哎呦我，浑然天成啊！去吧。也轮到我老沙立功啦！你是谁？我是牛魔王。头上有犄角，身后有尾巴。哎，对对对，这不是牛魔王爷爷吗？哎，是啊。爷爷，我们大王正找您呢，您快跟我回洞吧。啊，好。太丧心病狂了！你了，红孩儿把你咋的了？你快说。不是红孩儿，是师傅啊！师傅，我受不了了，我不取经了，我要回流沙河。你别哭鸡尿嚎的。你说你长成这样，你不取经你还能干啥？快点，师傅什么动静？快点。师傅啊，师傅现在不取经了。师傅现在开托儿所了啊，不对，托妖所。人家小妖精可乖了，人家现在就缺一面点师傅，一司机。你们俩赶紧面试去吧，我不去了。哎，你分家，我不同意啊！你不同意？你天天说分，你不同意？对呀，就是因为我天天都说分，但是没分呢。啊，你还是我师弟的，你这不爽了，你说分就分了，我不干。我不干是吧？我拿自己的东西行了吧？老沙，你这是拿我自己东西。后边的刮胡刀，这不是我的，师傅的，师傅刮腿毛用的。这怎么还有薯片呢？这吃的谁的？这是没有人，我的。走。挖耳勺，这是师傅的吧？我的。你要挖耳勺干嘛呀？你不有个金箍棒在耳朵里边吗？我金箍棒万一掉了，我不得有个备用的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师傅的石头啊，走哪儿得坐哪儿，这叫师傅石嘛。师傅石。我明白了，这师傅就是观世音派下来玩我的。观世音啊！你可别说哭唧那个胡咧咧啊！观音姐姐是最好的姐姐，你说她听到得多伤心呐？对吧？你昨天不是还说观世音说什么了？我昨天说观音姐姐好，观音姐姐妙。对，猴哥昨天这么说的，我作证。不对吧？前天你不是说观世音姐？我前天说什么了？啊，我还给观音姐姐写了首歌呢。哎，观音姐姐好，观音姐姐妙。我作证。别来这套，我看看。就算观世音现在从天上掉下来，在我面前，我也要质问他。为什么让我在流沙河等了1000年，就等来这么个货啊？观世音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还是个孩子呀。观音姐姐，您才来，我们刚看到。悟净，你师父到流沙河的时候，你都嘚瑟1000多年了。你师父对你来说，他就是个孩子呀。可是悟净，护送师父西天取经，机会难得，这活儿你要不干，抢着投简历的人可多的是。再说了，这种美差你都挑3拣4，以后怎么才能成就大事业？是观音姐姐，我知道你说的意思，但是那个红孩儿的3味真火，我们是真的没办法呀。小宝贝儿，因为你缺道具呀。啊？来，拿着这个。哦，这个是？把红孩儿收了，让他给你做助理。给我做助理？你官升1级。我官升1级。观音姐姐万总。大王，大王，森林3个妖怪又来了。
妖怪！哎呀，你们都是孩子，没有人保护怎么能行呢？别怕说，有叔叔在，叔叔保护你们。师傅，这边，师傅，哎，徒儿们，你们快进来！外面有3个妖怪，你们别被妖怪抓走喽！师傅，明明是你被妖怪抓走了，赶紧出来！哪里有人？我在这里特别安全，我们相处的特别的和睦。喂！又是你们3个，怎么着？是不是不服？让你再尝尝我的3昧真火！怎么样？我们就是不服。哎，这个怎么用啊？你也不会用啊？你怎么不用观世音菩萨呢？哎，你看有没有说明书啊？说明书有咒语，有。大师兄现在怎么办啊？有咒语吧，快点啊！咒语好像刚才在底下看见来着，好像是什么？认识你自己。这什么咒语啊？这是认识你自己，跟着我先念。确定吗？来，一起。认识你自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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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认识你自己。这是哪儿？是谁？你是谁？不是我。这些妖怪是谁？红孩儿，长大是人生中不可逃避的一个过程。你可以试着长大，也许大人的世界并没有你想象中复杂呢。观音姐姐，玄奘，我把红孩儿留下，给你3徒弟做助理，可好？可他还是个孩子呀，怎么能受得了取经之苦呢？师傅，你要说什么？不如这样吧，观音姐姐，你把他带回去普度众生吧。不要吧，观音姐姐，千万不要！也好。什么？也好。那随我一起去吧。家人不好，观音姐姐，我要助你。和观音姐姐说拜拜。观音姐姐，拜拜。师傅，咱们现在是继续赶路啊。走。师傅虐我千百遍，我是师傅入人参果。完喽，助理没喽。高兴什么？高兴呗。管子拿反了。咦，往我身上撒什么？不是黄色吗？快点！谢谢观音姐姐。观音姐姐，我也想升一级。不行，求求你了，不行，求求你了，不能，别闹了，乖乖做个小宝贝儿吧。观音姐姐慢走。